每日朝早起床變靚嘅3個好習慣，嗰啲八大瓜佢打死都唔會同你講秘密。特別係我哋愛美嘅朋友，唔理你今日俾唔俾我點個小紅心啦，我都會將呢3個好習慣話你知嘅。記得點讚、關注、收藏起身啦。第一個，每日朝早起床第一時間先飲一杯溫開水，保持水飲嘅狀態。第二個，每日早餐食一個雞蛋，補充蛋白質。第三個，如果你塊面度嗰啲紋紋路路係比較明顯嘅，你唔使花1萬幾千去做咩項目啦，或者買一大堆嗰啲瓶瓶罐罐嘢搽喺塊面度。其實食乜嘢往往比搽咩更加重要嘅，因為一個對內一個對外嘅。喺呢度呢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方法啦。買1斤黑豆，用凍水浸6到8個鐘，浸好之後呢，放喺鐵鍋入邊，再加入當歸50克、紅糖50克，加清水沒過食材，先大火煲開，再轉細火慢慢去翻炒，炒到黑豆表面掛上一層白霜就可以噶啦。放凍之後，你裝入密封罐度，每日就食2-3腎啦，當零食咁食。堅持一段時間，你會發現生活處處都係美好嘅。如果大家有時間，就自己去製作啦。如果冇時間或者嫌麻煩嘅朋友呢，我同大家製作好一個成品噶啦，就放喺左下個鏈接度。如果大家見到仲有庫存嘅話，就拍幾瓶翻去試下啦。